各位乡亲，咱来关心天气。今仔日各地早暗拢较凉冷，台南以北、宜兰的低温是13度至14度，其他的所在是15度至16度。咱做伙来看温度。今嘛因为冷气团来，加上云较高，日时北部、宜兰、花莲高温差不多是16度至19度，其他的所在是21度至23度。若落雨的部分，大台北、东半部也有恒春半岛可能会落雨。尤其是基隆北海花、甲宜兰，还有大台北山区，雨可能会较大。也若中部以北、甲山区、马祖会有短暂雨。其他的所在，甲偏湖、金门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。因为东北风增强，今仔日透早到下晡，有的所在会透8级至9级的强阵风，较暗风会愈透。也若桃园到云林，沿海较空旷的所在，甲恒春半岛。兰屿、绿岛还有偏湖，可能会出现9级至10级的强阵风，而且海涌嘛会较大，提醒民众都要注意安全。